各位看官好，我是曹汝虫，今天带大家逛一逛南京夫子庙的周边地区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桥叫文德桥，下面这条河就是南京的母亲河秦淮河。河的左岸是我们之前去过的夫子庙、学宫、江南贡院、读书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要去逛逛桥的右边，当年秦淮八艳带的地方。君子不过桥，过桥不君子啊！这个就是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的故居了，现在也是秦淮八艳史料展示馆，收费景点，门票10块钱一个人，带大家进去看看。秦淮八艳指的是明末清初秦淮河畔的8位歌妓才女，李香君是其中之一。这位就是李香君了。这雕像身姿婀娜，眉目含笑，颇有神韵。我们一起进去陈列馆看看她的故事。李香君1624年生，苏州人，8岁开始就来到南京卖艺。1639年，清初文昭3大家之一的侯方域来到南京参加乡试，遇到了16岁的李香君，二人一见倾心。侯方域送了李香君一把扇子，作为定情之物。不久后，由于侯方域文章触犯了朝廷而落榜，匆忙离开了南京。巡抚田阳想纳李香君为妾，李香君以死相拒，写荐桃花扇。后来明朝被清朝所灭，侯方域归顺了清朝，李香君得知后撕碎了桃花扇，发誓永不与侯方域相见，从此一心向佛。这个故事也被清初戏剧家孔尚任改编成了传奇剧本《桃花扇》。在秦淮八艳中，无论是容颜还是才气，李香君都是排不到首位的，但这里却单单为李香君保留了纪念馆，主要还是因为她对爱情的忠贞以及高尚的爱国情操。这里还有其他几位秦淮八艳的介绍，分别是陈圆圆、柳如是、董小宛、顾恒波、卞玉京、寇白门、马香兰，各有各的故事，我这里就不一一讲述了。后面这幢楼叫媚香楼，是李香君曾经生活起居、接待各方客人的地方，有书房、客厅、琴房、卧室等等。1楼现在也是个展示馆，都是有关秦淮八艳的书画。这个是陈圆圆，吴三桂的老婆，后来被李自成的手下抢走了，吴三桂一怒之下放清兵入关，明朝灭亡。这儿还有秦淮八艳的泥塑，现在的小朋友只知道秦淮八艳是南京大排档里的8道菜，其实这8个人是有很多故事的。这些是桃花扇改编而成的戏曲，流传至今，值得一看。这边还有一个看点，水门。秦淮河沿岸的房子都是临水而建的，每家人家都有一个码头，可以直接登船就从水上走了。可惜现在门被封住了，我们只能隔着窗户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了。然后我们到2楼去看看，这边第1间房是李香君的琴房。当年16岁的李香君在这里认识了21岁的侯方域，开始了那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。第2间是李香君的书房，当年李香君与侯方域也曾在此吟诗对弈。这间是卧室，也是李香君和侯方域2人恩爱的场所。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后因侯方域受到迫害逃离南京，原本幸福的爱情最终落得一个悲伤的结局。离开李香君故居，我们接下来去逛逛乌衣巷。
大家会不会被刘禹锡的唐诗乌衣巷啊？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，就是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诗里所说的王谢家就在乌衣巷里，现在是个收费景点，门票8块钱，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。东晋时期，乌衣巷是朝廷达官贵人的居住区，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王导和谢安。现在这里有2栋主要建筑，一个叫来雁堂，一个叫听征堂，分别是介绍这2大家族的。我们先去谢安家族的听征堂看看，这里都是一些六朝文物，上面是谢安的人物介绍。谢安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。公元372年，谢安与王坦之挫败了桓温篡位的意图，成为辅政大臣。在淝水之战中，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，以8万兵力打败了号称100万的前秦军队，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。这里有个淝水之战的场景。公元378年，前秦的苻坚统一北方，开始南侵，与东晋军队隔淝水对峙。前秦军队本来想故意撤退，引东晋军队过河后再以骑兵冲杀，不料秦军在后撤过程中失去控制，被东晋军队追杀，后续部队也不明情况，结果全军溃逃。这个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。谢家还有许多著名的后代，比如谢灵运，中国山水诗的鼻祖，还有谢朓，也是中国著名的诗人。安徽宣城现在还有一座谢朓楼。听征堂2楼有一个东晋起居室的模型，这个时期随着各民族的融合，家居陈设出现了墩、椅、凳等多种形式，这里也是重现了东晋时期的生活场景。2楼还有一个六朝雕塑艺术展，在南京周边地区，至今仍散落着不少石辟邪、天禄、麒麟等。这个后面还有4神兽的砖画像。再往前是一些佛像。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，逐渐被人信奉。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这里还有一条书画长廊，我们就走马观花一下了。接下来我们去王家的来雁堂。王家最有名的成员其实不是王导，而是王羲之。这个堂正中放的像就是王羲之。我们来看看他们家的故事。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，被誉为书圣，他的《兰亭序》被誉为天下第1行书。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功臣之一，当时西晋被匈奴灭亡，进士南渡，定都南京，史称东晋。王谢纪念馆看完了，接下来我带大家逛逛夫子庙边上的2条小路，东市和西市。南京夫子庙和北京天桥、上海城隍庙、苏州玄妙观并称为中国4大闹市。当然这里的商品国内同质化的很多，我们就看一些有特色的东西，比如雨花石，很多小店里都有，有10块、20块、30块装1把的，也有论块卖的，贵的大概100块钱1块吧。这个东西我也不太懂，主要看是否自己喜欢，然后价格又能接受。仔细欣赏雨花石，各中藏有山川云彩、人物神仙、花鸟虫鱼，色彩艳丽，变化万千。放在水中，置于书斋案头，不失为高雅之物。从西市进，东市出，我们又回到夫子庙门口了。晚上华灯初上，美轮美奂。当然这边游客也比白天多了许多。
我们到秦淮河边上看一下，本来是想坐这个画舫夜游的，这个应该也是来南京的必体验项目之一。无奈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排队买票大概就要排1个小时，然后上船还要排1个小时，加上天实在是太热了，只能放弃了，下次再来吧。晚上的夫子庙绝对是中国4大闹市之一，人太多了。我的南京首日行程到这里也结束了，明天带大家一起去游览巍巍中山陵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